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日的日头下日讲讲。还记得啊，我细个时节，亲好去动物园搞嘞。佢用是啊，最有名的就係毛衣熊，好看嘅安尼肥骨骨身體，太肉嘅母豬，還有啲樹上細毛嘅樣嘅，實在很得意下呐。不過啊，日頭嗰啲動物園是個老師誒，有親密嘅接觸。到底有幾親密呢？叫落去談看啊，就知了。叶公子啊，你是汪广哥吗？有乜嘅問題啊？人生在世，從細到大，就算怎樣嘅大病，賣你唔是汪廣哥啊？人家有樣啊，我點解會講嘅汪廣嗬？係，希上嘅門講唔是汪多、汪廣、汪胎嘛？同我老公結婚，雖然講唔係當滿意，不過按多年來，咩相安無事啊？該算到八公天天啦。哦，也算係啊。錯啦，迄個咩出嗬？人命險高鐵去嘅，嗰張按到汪廣、汪胎。唐一倫是賭過哦。冇想到哈？真嘅冇想到，看來哦，天公還係公平呢。乜個意思？平常時就按好批人啦，也就數到報應咧。講緊乜鬼話啦？兩到台南不是必有後福。好啦，嘅後福哦，你就慢慢的等啦。我也當上堂，多帶樣嘅汪廣汪胎。我個滿堂啦。該就上拜啊！我讓我補養哦，上朝嘅嚴格，我一見下到嗬，就走去動物園咧。你走去動物園做乜嘅呀？不過我去動物園做乜嘅？我到動物園去，我就做啲老嗰條動物講法啊！我喺唔歡喜嘅時間，我就做啲太媽嗰條動物啦，嗰條動物咯，點其他阿媽唔敢 enjoy。既然老動物按講起來，做乜還會汪廣汪胎呢？哎呦，唔通係講啦！就該拜啊！我一到動物園嗬，臨時做到個國王企鵝關係。他喜歡去看國王企鵝。也唔係啦，跟住因為國王企鵝講嗬，要才能去啦，咁樣黑良心啦。做到動物園才能去哦。佢當主就當然啦，跟住唔是前嘅人去我才結好誒。我就話請一隻當真嘅別國，嗱變到計嗬，就所以來啦。你這件當不見呢？張老不用嚴格，臨時就所以睇咯。哎呦，佢特別炒關關呢，哎呦，冇想過一時都冇影響。就點解說到苦困嘅時間啥本意炒香呢？佢就有一種聲音嘛，當舊時，當溫柔，像天使嘅聲音嘅呢。點解講啊？大家快來看啊！兩位啊，就係國王企鵝啊。我知啦，可能係那隻拖油都攞團員介紹啦。錯，唔過啦，我就唔是堂哥，那位來哦，按講嘅聲音咯，按溫柔，按舊時，按甜嘅聲啊，係啊，我嘅一堂到義工度嗬，我嘅五臟六腑，從頭到腳嗬，鬼聲音哦，送上起來啦，要按厲害哦，跟義工堂到唔算厲害，跟木主看到嘅，跟到真嘅厲害哦。都係看到乜嘅啊？我就點解啊？中國大陸團嘅人碰度，看下出去哦，就幫我看到咗個天使聲音嘅面嘅拖油呢，咁好，瓜子面啦，幸福面啦，櫻桃寫在一系列啦，韓國啊拍槍嘅鏡鏡，水沙腰嘅高料嘅身材好嘞，人家到底係木主也係擂塔啊，跟人碰地盤，做得看到按清楚。係啊，講下奇怪呢，咸豐哦，他們做啊，咋變到啊又金又面呢？冇白個好奇怪啊，人美人啊，專門指人家種老花眼。當場係一樣嘢，唔過啊。我目睭雖然看到一清二楚，不過我頭腦啊，才昏地地呢。一直等到你面頭又行出個企鵝幹以後啊，我張咸豐啊想過來呢。而且看一眼，粉就被你牽走嘅哦。哎呀，那也是啊，放生起來，腳水。哎呦，我腳嘅啦，跟老輩天使暗夜，還能留到企鵝幹，才能去下涼啦。不管我輩樣熱，都冇我心肝頭暗熱。
我700股脚。哎呦，好险人一条老命就顶我脚到啊，放弃唔上驾驶，又听到个天使嘅声音咧。哎，点解讲啊？大家叫来看哦，死嘅放床了。哎呦，按脚哦，一下就来到也免出去的哦。我一听到个明头有天使嘅声音啊，吼！伢子哦，就叫到个勇气同样，一下就翻上过了。看死诶，看死诶，我最好诶啦！我等下来吐不烟哦，去到死嘅光水做法啦。哎，你做嘛要家己死人哦？哎呦，啥唔对啊？死係萬處之王呢？你想看哪啦？啊？個連萬處之王吼，就本來連罵1、2點鐘，就唔敢按在點點起菜挨罵。嘿，個他們牙不用，因為含咁人嘅香草誒。哎，對咧，原來你作死的來練膽哦。你啊吼，佢唔係重點嘅啦。你係重點係個明拖油哦，以前啲個看死嘅，挨咩就看死嘅咧。跟住就加醬過去啊。哈，講到醬吼，挨最強咧，從細醬貢茶，醬。送來創真，片名貢茶小霸王，講到一講哦，那真是就來啦。我到個胖鳳啦，講到醬味嘅中國大陸台，特質就係練過嘅高手呢。無此唔對啦，講醬就醬。我兩下半天了，就幫佢講哦，你個欄杆順哦，明頭有順便當橋了。哈，你真係安強哦。係個當嘢啊，貢茶小霸王咩？明當前，我驗視啊，腳出該哦最熱情嘅笑容啦。盲啲係看到嘅明頭油啊，佢上面啊，嚇到咩事呢？有乜樣咯？係個熱情嘅笑容。原定講哦，哎呀，挨咩項目啊？結果啊，挨反頭一看啊，係咪哦？cái鬼橋嘅人哦，全部用上來啦！cái假濕送嘅樹哦，又講又罵啦！你記什麼記啊？你記什麼記啊？嚇，佢人用架啥啦？四把王，用架啥？跟挨忙開咗一天天啦，挨小本佢咧連獎帶送嗬，一下年前天天就跌到喺冚下嘅死嘅掉去了。啊，也是咧。哎呀，冇相干，好定係平常有運動啊。雖然係跌到啊死腳一天，唔過啊，係我腳一寸，是不是一扭，又幫佢變過身來撲到個位。結果啊，我頭一看，下次啊，樣辦？個死嘅頭樣會按太，頭一按粗啊。哈，你真係跌到死嘅面頭前哦。個死嘅頭那麼好。因為邊啊半樣嘅米粉頭哦，行緊濃胖胖嘅啦。講下奇怪呢，佢平常係特別馬死嘅嗰條花哦，一下全部唔記得嘢呢。就算想起來，唔敢嘛。唔該是冇一天啊。唔過啊，挨忙開咗天天啊，死嘅情開咗你啊。其實係神啊。有人當壞心呢，通下都就冇眼唔得死啊。唔係啦，佢係白嘴上去水木啦，停電哦就木住16億咯。死嘅也蠻水爆哦。哎呀，我看佢啊木住10億啦吼，挨咩啊點點撲地，挨是唔敢吵佢哦，冇攞佢吵上去，佢就快大咧。盲啲，個蛋杯嗰兩年啊，我佢跌下去哦，全部嚇到啊，歪歪斜斜呢，這個險呢，你看有人掉到獅子窩裡去了，有人掉到獅子窩裡去了，我一睇過，你個蛋杯啊，險啊係險啦，冇老師嘅險下我唔敢咩起我啦，再講啦，險你都送嚟下來，啱啱跌下來㗎。係啊，本來就見到好人呢啊。好得咯，個事哦，還木住濕哦，冇本來都吵相哦，愛相。死嘅咁樣同關係，嗰啲人和和諧諧啦，究竟係知道好地嘅時間啦，好是唔是？我三套嘅數據響起來啦！哇，慘咧！哎呀，我係是乒乓氣場哦，你見那天花降起來，喂，乜嘢？係啊，係貴賓啊？係銀行郵費嘅保險債啊！哎呀，跟係表跌到嗰啲死嘅爛地要堵啦，喊咗啲保險哦，喺咗啲保險就臨時派人來對保啊！派人進來對保啊！係啊，我冇得佢安在啊，我知道天花切嘅，切下隻天花有響嘅啦。一條年真係懂弄人呢，見唔點乜出人命哈？咩？我就懂錢哦，我就開出太媽啦。阿先生要嘅啲錢啦，我冇保險啦。
我来定下苏条方啊！你来哪来呀？诈骗集团！哦，我头都好，喊个嘢，我去马去啊！啊，我来定下苏条方有嘛个了不起的啊？我你啊喊啲死嘅最顺行哦！你诈骗集团的名样会讲啊？盲定我爱记啊，记就切得去了。啊，算计就地气啦。记地气嘛用啊，死嘅唔地气啊！啊，用乜用咯？係啊，哎呦，啥唔知，只係聽咗喺本嚟講天花太馬市場超像嘅啦，可能頭擺接馬件，一個生俾彈出來啦。真見咧，講嘅唔會啥咧，哎就看個事嘅吼，兩隻木柱啊，當個動態上，幾顯眼咧，頭那麼全部人撐起來，天天嘅起起來，韓國前腳哦，哦，啲個見呀，睇嚟啲個臉走咧，哇，一處人見面，佢準備要死你啦，男家走。走，我要跳走，不過我走以前我成起起來。哦，錯好，我唔記得撲定咧嗬。係啊，嗰時一上嘅時間啦，我就嚇到哦，強樣樣，就可以起咩起唔起？點樣嘅啥？有個啥？唔是啥？羅古言語講得好，天無千人之路，兩兩事哦。但背哦，又傳來個天使上人跟媽祖娘嘅啥嘅呀？各位救人要緊，時間緊迫，請大家趕快把你的皮帶抽出來，結成一條繩子丟下去，把人給救上來。誒，又係實際嘅好方法噃。我一談到個天使名頭有嘅上吼，我伢子去唱個大力水手使到個菠菜樣，當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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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當，吼，伢是鬼死的就有力量啦。點解啊？皮帶索嘅跳下來以後，伢是離開了死人。想必死呐，佢沒有死嘅很。唔講係行錯個，一死係有靈性嘅，所以團年到我哋上麥嘅樣咧，吼，說上就起起來咧，我可以起起來哦，哎哦，我提防佢，我咩要準備咧？唔一起來哎呀，我起起來以前啊，我成命都係隻石頭，你知哦，你啊石頭係救命嘅法寶咧。當然啦，孔樹無法度對付死嘅，一定要拿一種武器，用嚟講無窮大夫咩手術啦。我石頭廿蚊起來時間，個皮帶索嗬，咩下來半天啲，個死嘅掟唔出樣嘅，就跳下過來咧，我廿時對個死嘅嗬，個石頭哦，掟翻出去一隻伸卡球。伸卡球，王建民哦。雖然比唔過王建民啊，唔過你想看啦，個死人那時看過啊，我專門個石頭，佢閃都閃唔過。好個石鼓嗬，當準哦，逼出對啲死人腦時喎，就呼啦落去，打爽。我個呢頭嗬冇王建民按爆啦，冇法度哦，一下就攞個死人分放喺去，就啲啦死人閻王批發嘅時間，我硬是出下過去哦，搏上嘅啥都該皮帶上嚟啦。哇！啊結果咧？結果個死人嗬一下精神起來呢，硬是來一下哦，一躍龍門啦，對咧我師傅就呼啦過來，我師傅話感覺到一陣涼風咧，哦嚇到我死啦！兩時啊，但背哦個天使嘅上啊又來啦，一擺佢講乜嘅啊？老人家，我愛等啊哈，愛等啊哈，我一聽到佢響我老人家嗬，我真係當上哦，這個跌撞個死人肚皮哦，就啲個愛啲個上嘅時間啦，個死人在哦，又合上合把過來，我又是啲個上啦，老人家又樣咯，老人家有咩一條命啊，救命還要佢，我一下一兩三就幫我貼上去咧。哇，真係很強啊！我貼啦上去哦，跟人群哦，全部哦圍過來咧，威王殺天啲個係話講好啊，我像英雄樣啊，記得人送到個明頭有個面頭前，雖然連明家係我老人家幫我當唔歡喜，不過咧結局而家係我嘅救命嘅恩人啊！我禮貌上還係愛落去神夢，愛落去壓樹。唔錯啊！你就講，人嘅命吼，我用睇呢度係大家救嘅呢。做乜單槍留個名吼，壓樹神夢啊？冇啊！我有一撒落去神夢，還落去壓樹，佢哋都唔肯啊！佢哋做乜冇留壓樹啊？因為佢哋樹係寬的斧頭啊！你聽下熱公公，
今日我老太自家讲嘅锣鼓言语就是有心打杀杀神准，无心打将将无钱。有心打杀杀心转，无心打将将无餐。那句话嘅意思就係講啊，一個人會成功也係失敗，要看有幾上忙。俩是天下無難事，事強有心人。錯，鐵杵怒心受法境，嘿，有智者思己心，專心致志，心想事成。停，我再個講嚟啦。做埋啦，本講到從家嘅話，懂普通，懂嘅人就真完全呢。講咩咩？當然唔係啊，有心打殺殺神準，意思就係講，像你有心，就算冇平，同啱嘅殺頭，咪做係攞到按你絲絲角角嘅準呀。鐵杵怒心境，有智者思己心，是俩個意思啊？無心打將將冇錢咯。俩是係雖然當然都該會將。為啊為，沒可能為唔出產水。那個鑼鼓言語，老楊嘅話強用啊，唔講啊。無心唔講啊。有嘞，無心插溜溜心意。呀屁人啊！那用嘅話手掌太麻啦。哦，唔係講得出來啊。跟你講啊，無心打將將無產。係乜個意思啊？意思就係講啊，雖然當日啲嘅熱醬熱呀熱，沒有可能熱出潛水啊。喂，你啷個講嘅強用啊？冇強用，用心想過嚟。係講天嚟大下真嘅有水，不過係有心也係無心，將唔敬業，總會有水啊，冇可能冇水啊。冇水。哎呦，啱啲啦，沒可能嘅金款小說金尾獎，為能是非洲去咧啊！真唔係啦，有心又無心，無強嘅地方啊，就啲呀啦。哦，邊個？係個唔有心哦，你就會事前調查好，要大下到底有水也冇水。係個唔有準備哦，就會成功啦。唔過咧，係個冇準備，幾年啲嘅嘢講。無天就去大下，點會冇水啊？有可能哦。唔用嘅，有啲人自己想嘅呀。哇，很強哦，有心哦。我想到一個人，做得容易解說兩機會。哦，乜人啊？我有個同學，佢英文當爛，但是都背唔起來，佢唯獨去美國從高劇。那幾條英文歌背起來，喊唱出來，你講你係唔係有心打殺殺心轉啊？哦，真嘅呢？佢無心打將將冇錢哦。佢哦係美國對一個美國嘅小阿妹，當你加上哦，唔過啊對2年是分開嘞。一老無心打將將冇錢，有乜相干啊？因為啊，佢雖然當你加上，唔過佢冇愛解解什麼。佢心肝度啲嘅想乜解呢？佢想啊，拖扎玫瑰不用拿了卡啊！乜人加本期啊？是係講啊，假冇慳呐。唉，要真勁氣。有心打殺殺心轉，無心打將將無餐。有心打殺殺神準，無心打將將無錢。一句話嘅意思就係講有心，不管乜嘅困難都做得結，乜嘅目標都做得到。故說啊，像有心，不管我打殺、打水、打樹、打鐵、打田、打屋、打板、打屎、打零，像打乜嘅都做得打亂顛覆，得到成功。唔過咧，係講無心。當然，像地道打嘴鼓、打字牌、打批論、打到千米哦，叫做咧打推旁添。故說啊，有心打殺殺神準，無心打將將無錢，係唔係都重要啊？講到呀，挨顧家呢，唔打鐵，唔打將，準打
公公。接下来嘅节目，我破对胸脯大拍讲，绝对精彩大第一，唔看大爽哦，行落去睇看啊！做人唔是剔盔頭，辦事唔好剔褲頭。往大出個千毛路，路是自然會出頭。你看人愛看後半段，論人好快就會看後頭。有一個山當劍鞘嘅阿竹頭，卡定一支鐵布頭，耳朵嘅木背嘅泰山頭，抱有兩隻橡樹頭，留佢困咗一把表演頭，卡轉木下是一條頭，呢個阿竹頭，佢錯地染燈頭，拿出佢嘅染通頭，雪下染還是往地面衝頭，一嚿水到就先頭，行內上講愛破橋，將愛來簽佢嘅鐵布頭。佢對作下簽到面窗頭，喲，都該土上變到水布頭，嗨！牛蘭草到蘭座頭，盡叫簽到太鼻頭，壯妹簽到太路頭，樣樣是簽唔到幾個嘅鐵布頭。一個阿竹頭佢心肝上，一天錯係隔壁雞隻高毛頭，佢不需要通愛食布頭，錯半日。佢鋪愛往地面窗頭，手內頭拿愛個鐵布頭，上到了。佢隨時注意隔壁雞隻個毛頭，嗱佢衝頭看到妹有衝妹看到頭，佢看到呢隻個毛頭，拄到竹頭百是9人頭，通佢講話緊暗頭，喊佢讀書緊瞓頭，愛佢寫詩長橋頭，背佢湯兒長點頭，聞到竹頭百個鐵布頭，唱講唔知來人頭。愛竹頭不看人有盡頭，一看一場一隻高毛頭，佢要拿愛個鐵布頭，冇面冇目做柒頭。阿竹頭愛做高毛頭，唔過冇錢冇機冇讀頭，開機就算壓到暗布頭，長要實古雜線頭。呢個高毛頭啊高毛頭，冇搭冇對頭布頭，咁內通愛做對頭，係講本愛看到鐵布頭，愛是強意性愛個人通頭，愛看意帶頭唔帶頭。竹頭北愛破橋冇布頭，個不將就是簽家外家頭，家用一下橋布頭，轉到木，要上到隔壁雞隻個毛頭，開機一下冇水壓到東片出熱頭，第二日機上講。山當還有種樹頭，假使以後有船頭，急急上山蓋樹頭，一鋪一鋪上山頭，忙地基，一家冇水頭，那份份木柱花花灑來踢到石骨頭，手腳大片種入頭，血溜血點乜切頭，好得大有錯肉頭，急急拿來高腳變高頭，箍下來看看腳趾頭，喲，唔係踢到石骨頭，眼來踢到鐵布頭，一條係挨係雞鐵布頭，chẳng đi講。雞葉布頭跌到路càng頭，何得天公要食阿竹頭，本本快愛鐵布頭阿竹頭是。天對心肝頭，唔少四片春葉頭，夾夾啱起鐵布頭，貴葉歡喜，到暗布頭進到木。要看到隔壁雞隻個毛頭嗰群機，肯係做到竹頭北是9人頭，通知講句緊暗頭，恨機讀書緊便頭，愛機寫詩長條頭，半機湯兒長點頭，聞到竹頭北嘅鐵布頭，唱講唔知大人頭，愛看機啊，路是有抬頭，根本唔長要拿愛嘅鐵布頭，愛啊阿竹頭咁來報轉到煙頭，你就唔上頭，將來未變長煙頭，你就係竹頭北機險險嚟到恁沙頭布頭，愛機拄到。是條交叉進出掌，唔係變對頭。今日嘅二零頭部，真嘅係印證咧，事情愛明察，就唔會無非多。其實啊，唔但唱對人對事情，愛看較詳細，看到親密，就像看二條下二公共共用，咪會看到親密喲。
因为啊，我哋準備嘅大隻蛋嘅，又精彩又神奇，係講冇看到清明，嘅是太大爽了。故所觀眾朋友，我記得哦，下個禮拜同樣嘅時間準時收看我哋嘅日頭下日講講。